早上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视频。今天我的视频想要说，你的手机想做什么？如果我们聊天，大概手机，这个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在你的国家说什么？在老挝说โทรศัพท์，在中国说手机手机。好的，你们的手机想干什么？何？这个是 Samsung 手机，这个是 Samsung J6 Plus， 有32GB， 32GB， 有3GB 的内存。电量可以用，大概battery 电量可以用3天。我的手机有黑色，这个是的黑色，black 黑色，有点轻。我的手机能发短信是send message 发短信，然后呢可以打电话，喂，你好，可能打电话。好的，然后可以玩游戏是ROV PUBG， 在中国他们喜欢玩网区域游戏他们都一样 ROV 游戏。然后呢可以用畅网查字典 find the new words on the internet 查字典。然后呢还能看新闻news watch news。我喜欢在手机玩游戏，因为玩游戏在手机很方便。有时间我跟朋友一起在手机看新闻，我喜欢看 BBC 新闻，还有 CNN。我的手机能看电视，不过看得不是清楚。看不清楚，看新闻在手机看不清楚，但是可以看。还有呢，还有可以在手机上查字典，还能拍照有 camera 拍照可拍视频在英语说 video。那么是我的一文章，今天的手机能干什么呢？你们呢？你的手机能干什么？然后给我发在 comment。拜拜。